表嘛，背完了，还有第二梯次，第二梯次或者就先回家煮饭，煮完再来，要赶时间。那个经理夫人说12点半，我们经理要在太平间结了会议，都要马上说你说好，那我先上去给表。你知不知道我上来的时候，我就坐在那个领跟现在坐的位置，我就面对这里，我刚进来，因为这里的冷气关掉了，我刚坐下来，很热，但是我要开冷气就不晓得，因为我们的冷气真的很难开啊，你这个电风扇你不晓得有时候，因为这怎么开不是很难开，不知道怎么开，要怎么按好不好？人家现在赶时间，点了气已经要上来了，我说好了，让他热一下好了，我就点中华民国105年，对，是点灯7月24，刚好那个试水完，你知道是接到什么声音？冷气滴，冷气开始运转，在滴电上也开始运转，或者就开始头了，没有开冷气，但是2个那个遥控中心在那里呢，谁在我后面，我就用那个迅而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把我说没有人，是谁啊？那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再走，我再抬起头来，电扇时开冷气，打开超级我把谁家的风扇，好，或者那时候感谢，不管是有钱的大佬，还是我们先人，我都以感恩的心来感谢你帮我开冷气跟开电风扇，但是我还是疑问，我就跑下去问了他，就说我们的冷气跟电风扇会不会自己开关？他就开了肩膀，没有用你的耳朵来开冷气跟电风扇。那个助理介绍说，你要感恩，我跟老板永远在我的后面，对不对？感恩。那时候获得的心只有是赶快把事情完成，我只要想到所以只要是我们的心是无畏，上天一定跟着我们上天。当然后以前是有别的，因为我在其他的电视剧，那你是谁放？我那个就是为你开的，为他我感恩他，所以我真的道生理生，天地生，好。